中山市中心87平方可以做到4房嘅單位，你哋見唔見過呢？而家首期咧只需要3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咧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單位啦。而家開發商咧仲送埋你全屋家私電器同埋一個車位俾你㗎，仲係產權車位嘅。跟住鏡頭咧落嚟參觀一下嚇。咁呢邊咧落嚟第一間房咧係開發商全陣送俾你嘅，大概有8個方，你可以作為一個多功能房嘅嚇。同埋咧，佢呢邊咧係靠近我哋一個三毛啊嚇，三毛超市，以及咧我哋一個大型嘅商場萬民匯啊、保利國際廣場啊，都係我哋附近嘅。咁呢邊咧可以做翻一個訂製到頂嘅一個鞋櫃嘅位置嘅。咁再過嚟餐廳參觀一下我哋一個客廳以及飯廳嘅位置啦嚇，3.2米嘅一個開間。見到嘅咧 sofa、茶幾、電視櫃同埋電視機、空調都係開發商全陣送俾大家嘅嚇，可以做到咧真正嘅拎包入住啊！咁再過翻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餐廳嘅位置啦，可以見到咧擺放類型嘅餐台，呢邊嗰度咧仲係好空間好大嘅嚇。咁再睇翻我哋一個廚房啦，因為市面上咧80零方咧做3房2衛咧都會比較細嘅嚇，可以見到咧我哋廚房都唔細㗎嚇，U 字型嘅一個廚房嚇。咁再嚟參觀一下我哋一個休息區啦嚇，嗱咁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客廁啦，可以見到咧同市面上咧100幾方嘅嗰啲客廁咁大嚇。再睇翻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第2間房啦，可以做埋一個兒童房嘅，實用率咧超100%㗎啦，呢個戶型嚇。咁呢邊咧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啦，大概都有10個方左右嘅。最後嚟到咗我哋主人套房啦，主人房就會比較舒適嚇，佢因為咧自帶我哋乾濕分離嘅套廁啦，以及擺放咗1.8米嘅大床咧，就可以做到3邊落床位嘅，所以咧空間咧係十分富樂㗎啦。咁呢一套咁舒適、實用率咁高嘅單位咧，而家首期只需要3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聯繫阿 Lily 過嚟實地睇樓啊！Lily 可以同開發商同你申請一個優惠嘅內部價嘅，下期見啊，拜拜。